但我就等嚟救返大家，認真的唔係講笑。我想救返大家。哇哦！跟住繼續，你記得。嚟啊！我鬥啊！其中急症室採取兩級制，第一同埋第二類危殆危急病人免費，其餘可一收400蚊。打6圈計，藥物方面，專科唔知門咩事。診四星期收20蚊，家庭醫學門診就由而家免費加至每4星期5蚊。醫管局話已經做好準備，各個系統亦都完成最後測試，有信心如期執行，亦都會繼續同公眾做好解說。拜拜唔使。拜拜。